有关金华社的弊案，郭文泰的随身碟内底所记载的金主的名单，周刊今仔日拢甲压出来。除了家人市长谢国良的家族、媒体大头家王玲玲等等，也佫有科技公司力基电的董事长黄宗仁，伊是介绍标案予慕克公司来承包。民众党是来回应讲，周刊每礼拜拢咧出科幻小说，并无事实查证。他们到我家，你知道哈，把我们的 USB 啊，还有那个 USB disk 就硬碟，应该很动用所有力量都在研读那些电脑里面的资料。就是这个 USB 引起震荡风波，不过内底数字嘛真神秘，好外界拢伫咧晓。家族的企业跟民众党过一些往来。直到家人市长谢国良出面证实，家族要捐200万给郭文泰。郭文泰的 USB 内底神秘数字的名单随公开，包括因500的新建经、500的经议员李冠佑的爸爸林志龙、东兴集团总裁王玲玲、会计师范友辉、300的报缴财处陈英初、谢国良和东方文化党主林明群200。立志电董事长黄宗仁无捐钱，不过敢若小改标案，和不可公司去包。检验进程直直约谈大牌证人要来厘清 USB 内底数字，不过知影规关金流的关键人物是谁。周刊报道，郭文泰3月要叫柯志如保管400万现金，9月时柯志如和李文忠交集款项随飞到日本，8月27相用回国。佢当讲检验对尹耀美和沈庆京发动搜索。8月29，柯志如赶紧坐飞机出国，外界嘛关注柯志如当时转来台湾的。1年内短期停留日本的累计天数不得超过180天，超过的话，有可能下次入境日本的时候会被拒绝入境。北检证实已经将柯志如以违反政治献金法列为被告。民众党这期周刊指挥北检办案，发布科幻小说无事实查证。金华社案侦办的卡坡无天晓，嘛特别进入关键勘探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